超過1個世紀以嚟，保良局陪伴每個香港人成長，而每一個小朋友嘅夢想都係由一個火花開始。等我哋返到去一切嘅起步啊！喺19世紀後期，誘拐婦孺、販賣人口嘅情況嚴重，保良局致力營救被拐婦孺，為佢哋提供庇護同照顧。隨住時代遷變，保良局已經走過超過140載嘅歲月，但係我哋保赤安良嘅初心始終如一。從守護無醫者開始，到創辦學校、推動教育，致力改變小朋友嘅命運。保良局嘅服務亦都日益擴展，涵蓋教育、社會福利、青少年發展、康樂文娛同醫療，成為香港市民堅定信賴嘅慈善夥伴。從簡樸嘅起點，保良局哺育咗一代又一代嘅小朋友，陪伴佢哋一齊追夢。其實我同保良局有好深嘅淵源㗎。我爺爺做過總理，而伯父咧更加幫保良局設計咗局徽，局徽仲一直沿用到而家。所以我好榮幸能夠成為保良局傳承愛心大使，延續家族同埋保良局嘅善緣，傳承愛同埋希望。保良局服務一直緊貼社會變化，例如全港最大嘅青少年宿舍保良局李兆基青年綠洲，為改善劏房戶居住環境而推出嘅筲箕灣社區客廳，為促進學生身心靈健康嘅正向計劃，為舒緩照顧者壓力而開設嘅閒度假、暫託住宿服務等等。保良局6大服務都非常全面，時刻將市民嘅需要放喺第一位。保良局有超過200個社會服務單位，包括兒童住宿服務、家庭危機支援、安老院舍及康復服務等等，全面照顧幼兒、兒童及青少年、長者及康復人士唔同嘅需要。由 BB 去到老人家，保良局為市民提供多元化嘅服務，以及為基層同弱勢社群提供適切嘅支援。而喺過去嘅3年呢，保良局每年平均就為超過270萬人次提供服務。由50年代嘅第一間學校到而家，已經係全港最大嘅辦學團體之一，有超過100個教育服務單位，每年為約近45000個兒童同青少年提供優質嘅教育，培育佢哋成為未來嘅社會棟樑。保良局一直緊貼社會嘅轉變同需要，而開設創新服務，而近年就積極拓展青少年發展服務，提升青少年技能，擴闊佢哋嘅網絡，同時建立正向嘅價值觀。市民越嚟越重視康樂同文化保育，保良局亦開設營地及博物館，為市民提供文娛康樂設施，培育身心，承傳文化。保良局營地提供豐富嘅康樂活動，仲推動可持續發展嘅項目，等大家休閒之餘加深環保意識。保良局歷史博物館秉持文化傳承嘅責任，分享香港歷史文化，更令香港人了解到保良局慈善工作同埋香港發展嘅歷程。結合社會服務同醫療需要，保良局亦提供家庭醫學、中醫、牙科同疫苗接種等等嘅服務，照顧基層市民健康嘅需要。代代傳承嘅赤誠之心，啟發保良局時刻關愛受眾。保良局會持續秉持保赤安良嘅宗旨，不斷創新服務，配合社會嘅需要。我哋相信透過傳承同創新，可以為香港帶嚟更多希望同可能。大家好，我係阿佘詩曼，好開心今年獲委任為保良局傳承愛心大使，延續我爺爺同埋伯父服務香港社會嘅初心，向社會有需要嘅人士送上愛心同埋希望。我特別誠意邀請大家支持保良之友捐款計劃。呢個計劃咧可以自己揀選善款用途，每個月只要捐少少錢，就可以實實在在咁幫到兒童、長者、青少年、健障人士嘅生活需要㗎喇。所以你哋嘅一點一滴嘅支持都非常重要㗎。立即成為保良之友會員，同基層同行，為佢哋送上祝福同希望，一齊加油啊！